好，继续咱要来关心的，同款是伫个台中，这是发生伫5车有一间文教基金会办营队，结果所传出有家长指控伊的志工呢是对囡仔起骹动手，毋但是甲电暗棍，佮甲压伫个涂骹。即马家防中心已经介入，若准是违反离校权法，上济会重罚60万块。也那台中市教育局即马已经有确定因就是违法招生，所以会照规定来甲因处罚。 这个穿蓝衫的查甫人，甲一个囡仔饲咧涂骹，边仔佫一个囡仔就徛伫咧边仔咧看。有家长指控讲，台中5车一间文教基金会后来咧办营队内底志工，竟然对囡仔暴力对待。他就是捏我小孩的脖子，然后往地上压，而且还压了2次。小孩起身之后还反着他的手。 家长表示，因8月13带因6岁上小兄弟去参加这间文教基金会办的营队，结果当天囡仔回来了后，情绪就无稳定，暗棍个乌青，遂带去病院验伤。实际来到这间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，这志工本身已经退休，是来倒带营队的，嘛承认讲伊的行为确实不当。他这种动作确实是比较不当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小孩子嘛。 那你要用大人的处理方式，可能对他来说他是承受不了。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查甫人进前捌伫咧其他幼稚园食头路，退休了来基金会斗3工，代志发生了，已经请伊离开。台中市交防中心表示，已经介入了解，除了访视，嘛调查讲违反着儿少权法。 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，将处以新台币6万到60万的罚款。从事儿少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那机构必须要负起所有的责任。 教育局表示，已经确定这间基金会违法招生收费，开班上课违反着补习以及进修教育法，要求马上停办，开单罚11万。另外，幼稚园部分兼办国小课后照顾服务，嘛无经过核准，嘛甲负责人罚6万，下令停止开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